前情提要，講到暈，既要有 YouTuber 已經俾 YouTube 警告，討論網絡事件提及涉事人名，有機會被視為網絡欺凌，為免觸犯社群條例。你大鑊啦，方丈份人好小氣㗎。我哋老 best 牙氣撐少少就中招啦，真係老母芝士漢堡。嗰個唔講得名嘅人，大家就叫佢阿湯哥。回歸正題，前情提要，講到阿湯哥2025年初被爆出疑似婚內出軌，唔熟唔識，同旗下 YouTube 頻道美女主持雞丁發展不倫戀，就算被走到越南，依然天網恢恢，兩人關係盡收觀眾眼底。事後阿湯哥同老婆千惠子各執一詞，婚姻關係走到末路。原本事件已經調淡，但身為創意總監嘅阿湯哥又點會瞞親觀眾呢？2026年3月初，一則討論區貼文成為導火線，引爆阿湯哥疑似打女人事件。對象正係佢嘅老婆千惠子，曾經係阿湯哥嘅老 best YouTuber 博叔出現助攻，引證事件真偽，令阿湯哥再次受到千夫所指。事源2026年3月11號，一名名為老師嘅網友喺討論區出 post， 指自己做下功課，無意中發現原來傳說中嘅家暴 L 阿湯哥俾法庭判咗罪成。作為男人，出軌都算半原諒，打老婆就真係無法無天。附上張法庭文件圖片佐證，文件顯示名為曾湯米嘅男子因毆打罪名，於2025年12月31號被裁定罪成。事件引嚟網友熱烈討論，因為嫌疑犯嘅名同阿湯哥嘅英文名一模一樣，會唔會人有一樣咋？但係叫得湯米都唔係啲咩好人啊！阿湯哥嘅家暴疑雲開始於社交媒體蔓延，同為 YouTuber， 亦係阿湯哥曾經嘅老友博叔喺呢個時候竟然發揮關鍵作用，引證真有其事。1年前啱啱爆咗偷食單嘢嘅時候，湯米就揾我去一間 B&B 一對一，話係時候要了解下佢嘅故事。相信觀眾都好想了解佢同雞丁嘅風花雪月。一坐低佢就同我講，尋晚俾差佬拉咗，今朝先放翻出嚟。我先知道有家暴呢件事。嗰陣時佢好強調呢一個係個爭執，以足球做比喻嘅話，就好似兩個球員互相推撞，係一個身體對抗。你個老母係咁冚你咯，係咪啊？佢仲俾我睇警察影嘅傷勢相，膊頭紅咗少少，有3個好弱嘅爪痕。成個會面佢都話自己係成件事嘅受害者。佢仲 show 埋同千惠子嗌交嘅對話，但佢就將自己嗰啲回應 delete 晒，搞到好似千惠子單方面發脾氣咁。我翻到屋企即刻叫老婆問千惠子有冇影到佢嘅傷勢，一睇到即刻唔使講嘢，呢個絕對唔係普通嘅爭執，而係家暴，係打女人。爸爸唔好打媽咪啊！爸爸唔好打媽咪。事隔多月，法庭終於有判決，呢個判決係正確，但我唔覺得呢條仆街會知錯。呢啲 narcissistic psychopath 只會繼續用佢嘅屎橋去詆毀千惠子，同埋佢身邊條女、朋友、家人、金主。喂 bro， 你知道阿湯哥咁混帳，唔早講。入咗法庭唔方便講，不過 Bob 叔亦有庭外資訊分享。再嘔心啲，佢坐完臭格第2日放出嚟，第一樣嘢竟然唔係慰問兩個女。你家產冇個老母，仲要養埋呢啲咁嘅便宜女，而係叫佢個 friend 去佢屋企攞翻部 PS5， 等佢可以繼續打 FIFA。畢竟踢唔到人都可以踢翻場波啊嘛。而回顧翻1年前，即係2025年初，結合阿湯哥同千惠子之前嘅講法，呢個時間點兩個人應該分別委任律師處理居所問題，估計應該係從法律程序協議緊離婚、分居等嘅問題。咁多要求，果然打女人就係解決問題嘅方法。因為打女人，佢唯一嘅要求就係你唔好打佢。另一邊廂，受害人千惠子亦有回應事件。過去1年多，我經歷咗好多嘅困難，呢一啲事情直到而家仍然未完全過去。坦白講，呢一切對我造成咗好深嘅傷害。有啲傷口並唔係咁容易講出口，但係我依然感激當時嘅自己能夠堅強咁樣保護自己。公義經常遲到，但至少佢冇缺席。憑一口氣點一盞燈，未來嘅路依然好難，但我依然會繼續找尋行落去嘅路。阿湯哥見殺到埋身，再冇坐以待斃，喺 IG 快閃回應：如果講嘅嘢係真，我點會拎到撫養權？1年之後，所有嘢已經喺法庭接近解決，法庭亦都頒布咗保密令，唔可以喺網上提呢件事。點解要冒呢個險喺呢個時候拎出嚟？似乎暗示有人跌落地拎翻紮沙，企圖利用輿論抹黑佢。但阿湯哥再次故弄玄虛，企圖以結果論推翻事實，但又冇針對事實逐一回應，確實難以服眾。相關限時動態稍縱即逝，好快就被剷除。有網友亦質疑家暴案嘅真偽，千惠子再留言解釋，個判決係經由控辯雙方交叉盤問而得出嘅結果。當日我做嘅決定係訴諸法庭，還公義同公道，而我唔覺得將所有傷勢公諸於世對我身心靈有任何好處。強調被打一事嘅定斷係由法庭判定，並非自己空口講白話。事件發酵幾日後，阿湯哥嘅 YouTube 頻道 BBO 於3月13日正式發表聲明，終止同阿湯哥嘅合作關係。
佢將不再參與任何本頻道任何節目製作同埋相關工作。BBO 頻道將在未來一段時間作有限度更新，直至完成相關嘅人事安排。感謝各位觀眾一直以嚟嘅支持同理解。阿湯哥亦鋪出同樣嘅聲明，同 BBO 正式分手。BBO 同阿湯哥次元切割，算係履行開設頻道嘅宗旨，將個人同頻道分開。但呢份聲明似乎只係一個公關手段，畢竟唔係家暴事件被爆出，事件公開到公眾層面 ，BBO 都冇考慮回應公眾。理論上，阿湯哥上年年尾已經有判決 ，BBO 管理層理應被告知事件，拖到今年3月事件被爆出先同阿湯哥終止合作，明顯只係俾公眾一個交代，而非 BBO 喺道德層面上嘅決定。咁做無疑係削弱咗觀眾對 BBO 嘅信心，觀眾會唔會繼續支持 BBO 呢？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。有網友亦喺 Fresh 分享進一步查證，指 BBO 老細身份原來係用英屬處女群島離岸公司完美隱藏。英屬處女群島係著名嘅離岸避稅天堂，法例容許股東同埋董事名單絕對保密。簡單嚟講 ，BBO 就係間薛丁格的公司，公眾永遠都唔會知道背後嘅掌權人。BBO 聲明上話終止同阿湯哥嘅合作，但實際上又係點呢？就要交由觀眾判斷。卜叔亦加據報道，我哋都可以放心假設佢做同講每一句都係大話嚟。佢嗰晚都有同我講咩公道自在人心。你睇下阿湯哥嘅一連串事件，唔單止係打破佢同老婆嘅婚姻關係，亦係打破 BBO 同觀眾嘅信任關係。曾經同 BBO 合作嘅女幕前 Isis 喺家暴事件爆出後，亦好快出 post 澄清割席。自從發生咗呢啲事，我已經再冇幫 BBO 做嘢，冇咁厚面皮。你或者冇咁厚面皮啫，人哋可能有呢。原本打算復出嘅唔只得阿湯哥，與此同時，被傳為阿湯哥婚姻第3者嘅雞丁，亦喺2026年3月初宣布全面復出。火拍同埋 BBO 女幕前嘅阿 V 開設新頻道 B2 點 Break the Box， 將號註冊地址為英國，莫非背後老闆？呢個合作被視為雞丁翻身嘅新開始，但佢懵然不知嘅係，一份為佢度身訂做嘅大禮已經不知不覺準備好，一直含忍嘅千惠子正籌備一場屬於佢嘅時事怒火行動，精準打擊雞丁嘅復出，妻子報仇10年未晚。3月13日，千惠子於 IG 亮劍鋪出一張內容為同雞丁嘅對話圖。千惠子指喺新聞見到你會全面復出，當初話你精神不佳要休息都體諒，既然你全面復出，想復翻你。由當初到而家，我唔接受任何金錢威脅去包庇任何不道德嘅行為，呢個係我對於作為母親嘅倔強同埋承擔。我努力工作生活去揾我自己嘅出路，唔使討論，直接踢埋雞丁 IG， 靜待雞丁復出先同佢正面交鋒，可以話係俾足面，俾足心理準備對手。而對話圖嘅內容亦係句句焦點。同埋，我都知你唔認識我，一定對我有啲誤會。我都知你發生呢啲唔開心嘅事，一定係想揾個人怪責下，因為冇人想承認婚姻失敗係自己嘅錯。哇，大佬，呢個人一係就係心理學家，一係就心理變態。大家都係女人，俾翻份同理心唔係好難啫。話唔定他朝君體也相同呢。即係作為第三者，喺一個咁尷尬嘅時間進入人哋婚姻，仲理直氣壯同翻大婆講：嗱，你嘅婚姻失敗呢，錯嘅未必係我喎。你先係做錯嗰個，你未必要原諒我，但一定要原諒自己，知唔知啊？應承我，大婆係有錯，最初就係防範唔到呢個第三者。當你以為一個第三者推卸責任已經係好囂張嘅時候，接住落嚟嘅說話先係戲肉。我亦都唔知點樣可以向你證明我冇意圖去影響你哋任何嘢，我甚至冇興趣去問你哋之間嘅嘢。不過我就唔明，其實你在乎係點喺邊度呢？你係想件事爆啊，定係唔想件事爆？你想件事爆，有人譴責我哋，但又擔心爆咗之後冇咗個收入來源，呢樣嘢你哋真係要好好討論下。對話內容取自於2024年12月4日，同千惠子所指2024年10月先知婚外情事件嘅時間接近。而雞丁改句，你想件事爆啊，定係唔想件事爆？語境上暗示出佢同阿湯哥嘅關係似乎係唔見得光，呢件事係需要冚，係需要向公眾隱瞞。假如阿湯哥被事件影響，收入大減，可能連帶影響千惠子嘅贍養費。但雞丁依番挑釁嘅說話，係存在一個好大邏輯謬誤，就係阿湯哥同千惠子已經唔喺同一條船上，時間點上，兩人已經處理緊分居協議。阿湯哥嘅經濟收入係佢嘅個人問題，佢點都要負擔贍養費嘅問題，呢樣嘢可以話同千惠子無關，所以千惠子根本唔驚件事爆，重點係件事點爆先可以得到最大嘅利益。相反，雞丁先係最驚件事爆嘅人，佢嘅演藝前途有可能被隨時玩完。表面上佢係無畏無懼，實際上真係無勇無謀。面對對手連珠炮發，終於輪到阿湯哥嘅回合。3月17號，阿湯哥喺自己嘅 YouTube 頻道發佈名為《交代一切》嘅影片，針對4大疑問、出軌疑雲、子女撫養權、財產分配、家暴指控，逐一回應。
關於出軌問題，阿湯哥製出一張分居協議書，協議書喺2024年7月1號簽署，上面亦有千惠子嘅簽名，加上一張疑似取自於2024年10月16號嘅對話圖。對話中，千惠子指嚴格上嚟講，你冇出軌同對唔住我哋多謝你7年嚟嘅陪伴同體諒上半年近乎智障式嘅表現，你嘅選擇係冇錯。呢段說話好關鍵，亦係逆轉整個出軌指控嘅重要證明，因為係千惠子本人親證阿湯哥冇出軌等等。千惠子曾經喺聲明中指，2024年10月27號，阿湯哥親自喺 WhatsApp 中承認婚內出軌，到底中間發生咗咩事呢？呢度衍生出另一個疑問。阿湯哥進一步解釋，指佢哋兩夫婦喺2024年2月開始討論離婚問題，到6月底7月頭，大家口頭上同意分居協議書嘅內容，繼而出現分居協議書書面版正本。阿湯哥自己認為，雙方大致喺呢一刻，兩人嘅婚姻已經完結。喺分居期間了解其他對象，佢係唔算出軌。但對方顯然反對呢個講法。無論如何，阿湯哥認為自己係處理得唔好。但係前 BBO 女幕前 Isis 又透露另一種講法，佢憶述阿湯哥喺2024年5月喺德國工作拍攝期間，已經同雞丁不斷示好，又特登幫佢推行李。其他女幕前都冇呢一種嘅對待。到拍攝最後，仲不斷游說對方搬出嚟，你同男朋友分手，搬出嚟，我送家私俾你。自己離婚都算，仲要叫女方都拋棄男朋友。事件發生喺2024年5月，早過書面版分居協議書出現嘅時間點，即係兩人就分居議題上未有共識，未正式分居，協議書都未有就想除定褲先。呢一種唔係叫做分居期間了解其他對象，係叫分居期間前了解其他對象。以天文術語嚟講，係叫超前部署。就算有口頭協議離婚，雙方都仲未完成分居協議書嘅內容。分居協議書第11點清楚列明，兩人分居滿12個月先正式簽字離婚。喺達成整份協議之前，兩人依然係婚姻關係，呢個係不爭嘅事實。情侶關係都可以話係情感上協定，但係婚姻關係受制於法律，未完成法律程序就想無縫接軌，咁唔係出軌又係咩呢？第二，關於小朋友嘅撫養權，阿湯哥指自己唔想，亦唔會放棄自己嘅小朋友。英國法院裁定共同照顧嘅安排，即係一人一半撫養權同照顧時間。佢相信家事法庭嘅判決係專業，好多人士炒作佢嘅事係無助小朋友嘅生活。在此代表阿湯哥強烈譴責叉雞、牙希、賤皮，你哋實在講得太好啦！哈，實在講得太差啦！特此回放阿湯哥為子女出走香港嘅暖心片段。佢阿爸阿媽會為咗佢，希望去一個相對於自由嘅地方，然後可以令到佢有一個自由啲嘅環境去成長。自由不列顛，溝女每一天。有英國朋友爆出，你連當初講好嘅贍養費都反口，即係俾得200幾磅，就想女方幫你養2個女，3000港紙好似養狗都唔夠喎。咁做又真係對小朋友好咩？第三，關於財產轉讓問題，回歸事點爆出嘅原點，2025年2月，千惠子指阿湯哥未有履行承諾，喺限期前轉讓旗下物業，指嘅應該係分居協議書第2點。但由於情人節事件爆出，阿湯哥聽從律師意見，暫緩轉讓物業，轉交法庭解決，而兩人到此為止，亦只剩餘財務問題仍未解決。第四，家暴指控，觀眾今次最關心嘅議題，阿湯哥指衝突係發生於2025年1月24號嘅晚上。兩人初時激烈口角，繼而動武，互相督對方嘅膊頭，並且互相推撞。整個衝突係雙方面，佢冇拳打腳踢。警方有詢問佢會唔會提告對方，但佢只係保留咗相關嘅權利。最終佢被提告。阿湯哥展示部分判詞指，事發後現場警方即時拍低咗雙方嘅傷勢，照片顯示雙方嘅膊頭皆有輕微紅腫嘅情況。阿湯哥承認對方嘅紅腫係由佢用手指篤所造成。事後大家推撞身上嘅瘀傷慢慢浮現，但係警方係冇接受瘀傷相片呈上法庭。判詞中，法庭注意到佢係一個品格良好嘅人，較不可能犯下相關罪行。但由於佢已經喺警局中認罪，因此法庭裁定控罪成立，即係罰款了事。判詞中冇提及佢有任何家庭暴力，所謂嘅家暴係唔成立。佢亦鄭重向千惠子再次道歉，同時指責知情人士冇出聲，避免呢次衝突被誇大等等。真係有知情人士忍唔住出聲。前 BBO 女幕前 Isis 有提到，當晚佢喺互督事件後係有到達現場，但係千惠子嘅傷勢唔係督而可以造成。另一邊廂，有熟悉英國法律嘅專業就識破阿湯哥嘅文字魔術，指佢所犯下嘅罪行唔係家暴，呢個係一個錯誤嘅理解。家暴係可以由唔同嘅行為構成，阿湯哥嘅罪行絕對可以構成家暴。交代一切嘅影片不但冇釋除觀眾嘅疑慮，仲引嚟更加多嘅疑問，解釋被視為掩飾。阿湯哥索性鏟走成條片同個人頻道 ，IG 賬號亦就此關閉，雞丁新頻道跟隨關閉。今日佢咁打女人，聽日佢一定可以打天下。東山再起，阿湯哥表示唔再回應，換個角度繼續前行。Be water。唔少嘅英國朋友忍唔住出聲恥笑，
出完條垃圾片以為可以挽回公義，點知5分鐘就俾人駁斥晒所有大話，發覺冇人撐就索性鏟走成條片同個頻道，依家又翻返去逃犯天堂，喺9600公里外共同撫養兩個女。阿湯哥事敗後，疑似敗走英國，回到香港嘅懷抱。如果你以為阿湯哥仲悶親你，你就大錯特錯。去到一刻都仲有支持者願意作為最後一道防線，咁 friend 嘅係支持者，不如你負責幫我叫佢翻英國，負翻個責任先，好唔好啊？縱觀整場輿論戰，簽為止一方力壓阿湯哥，見招拆招，一直將阿湯哥玩弄於股掌，由分辨到黑材料逐一被爆出，為阿湯哥上演一場黑暗榮耀。有人開始人格謀殺簽為止，認為佢精心策劃抹黑阿湯哥，但正如阿湯哥所講，點解一直以來有話語權嘅人都冇出聲支持佢，為佢平反？反而一直有人幫簽為止不斷出聲，為佢作人格擔保、人緣或者就係最好嘅證明。波叔憶述每次見阿湯哥兩公婆嘅事，我每次屋企搞 party，因為人多，兩個女入到屋嘅時候都會扭計。簽為止喺每次都會同啲女去一間靜啲嘅房，等啲女玩熟咗個環境之後，先會出嚟同我哋傾偈。相反阿湯哥就每次一入屋就即刻衝入廚房開啤酒紅酒，就好似係 pub 咁樣原地自轉，仲會揀個 PS5 手掣多過揀抱兩個女。所謂人在做，人都在看。自從出軌事件被爆出後，罕見阿湯哥老友出聲撐場，反而係更多英國老友睇唔過眼，出聲柴台。唔係話你完全唔愛小朋友，但真係唔知有幾愛。我好記得2024年10月一齊去朋友屋企迎新，你單拖帶兩個小朋友，最後你飲到斷晒片，兩個小朋友點啊？兩個小朋友不停喺你身邊叫爹哋，你就繼續撩人15-20。小朋友喺陌生環境驚恐緊張到嘔，你呢都係一樣喺上面嘅廁所嘔。最後兩個小朋友係我送翻去你哋屋企，你自己就喺人哋度瞓天光，有幾愛有幾緊張小朋友啊？你當然唔信英國圈子啦，因為英國見到嘅事實係點？唔好再爆啦！阿湯哥即刻衝出嚟講，你唔好衝出嚟先，我頂唔順先嘔，但我唔係狂飲，我同你嘅事再講。相反簽為止，有女喺度嘅場合佢唔會飲酒，所以我哋識個簽為止5年，淨係見佢飲過2次。對於小朋友嘅關懷都係老生常談嘅，世上只有媽媽好。有閒言閒語以誅心論猜度簽為止嘅行徑，作為女人你可能會覺得佢好恐怖，但作為母親就唔同講法。試想像一下，今日你嫁雞隨雞搬到外地，仲要你係一個唔想走出舒適圈嘅人，為嘅只係小朋友嘅未來。所有嘢如果可以 stay 喺度嘅話，係啦就照舊。對我嚟講就唔需要踏出個 comfort zone 係最好。再無工人幫手，獨自照顧兩個小朋友，喺異地要重新開始已經好困難，雪上加霜，面對終身伴侶情變，作為母親，最着緊當然係從呢一段破碎嘅婚姻關係中，為小朋友謀取最大嘅利益，以確保有足夠嘅資源養育佢哋成長。所以唔難見到，簽為止多次嘅發言中，立場都係以母親嘅角度出發。佢為嘅唔單止係自己，更多嘅係為佢嘅小朋友。有趣嘅係，阿湯哥喺交代片結尾呼籲觀眾做好自己，彷彿怪責一眾花生友多管閒事。但阿湯哥從來做事都係煞有介事，博取眼球。先不論佢本來就係一個幕前人物，由舊頻道收台山水，出成集微電影講，到跟隨移民潮出走異國，做晒專訪，打正旗號為下一代遠走外地，簡直就係移民潮嘅象徵人物。皇后像廣場應該都要重建，樹立翻佢嘅銅像。再到異地重新發展新頻道，大大聲講要人支持，觀眾一呼百應鼎力支持。又再開新頻道嘅時候，觀眾依舊支持。但係你出事嘅時候，就當一直關注你嘅觀眾係多管閒事嘅人，一直冇交代、冇解釋、冇道歉，咁做令原本支持你嘅觀眾失望，係人之常情。做好自己呢4個字，觀眾原封不動俾翻阿湯哥，不失為過。做咗10年網絡，到底做緊啲咩呢？你做人公關做得唔好，食屎噶啦！網絡無公義唔代表做人可以冇公關。阿湯哥喺輿論戰上完全戰敗，但都仲有2個未知資訊，花生友係最想知道。第一係阿湯哥承認婚內出軌嘅證據，第二係家暴相嘅實際情況。事到如此，相信一眾花生友已經大飽眼福。到底阿湯哥仲有冇收埋驚喜呢？觀眾拭目以待。今次嚟到呢度，訂閱讚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冇計㗎，呢個時代網上恩怨，網上了斷。